耶路撒冷大声喝休呢，指责犹太人令定死耶稣，有好大胆无？各位兄弟，因是安怎有遐好大胆？为什么？被什么？被圣灵充满了，因为性命完全无同款，因在意的无同款，因看重的无同款，因性命的方向嘛无同款，完全做改变。各位兄弟，2000年以后，咱这基督徒有无同款无？有因为圣神伫咱的性命内面，咱无同款无？还是咱内面有圣神无？没，我们里面有没有圣灵啦？有无啦？咱拢有圣神伫咱内面呢，是无拄好，互伊充满尔啦。啊，是伊充满的部分无同款啦。咱有信心足坚强的是性命互圣神充满，对无？有无？讲下细声。咱嘛有信心较软正信心嘛是甲你充满，敢若充满你的盲肠尔。所以你若是敢若盲肠被圣灵充满，你大概改变不多啦，各位兄弟。咱若规个信心，互上帝来充满，就无共款啦。各位兄弟，这是一个人类的历史一个阶段，不会再回去的一个事件，也不用再重复了。就是圣神第一届，为迄天开始，伊久长伫人的性命内面。伫旧约的时代，上帝的神未久长伫人的性命，上帝是拣选一寡要做大事工的人，上帝予伊圣神充满，会记袂？比如讲，什么人？咱今日敢若想到三孙尔，还有什么人？上帝以色列人第一个君王什么人？什么大卫？扫罗啊，对无？扫罗有没有被圣灵充满？有啊，不过旧约写介清楚哦。当扫罗伊无听上帝的话，伊违背上帝心意的时阵，圣经记载安那？上帝的神安那？离开伊。这是旧约的时阵是安尼，不过对新约五旬节开始，圣神甲咱斗阵，伫咱的生命内面是永远袂离开。就算讲你真正做软正，你真正做毋对代志，你真正做软弱，拢跋倒，拢无爱来做礼拜，无爱甲大家交陪，嘛无爱看 Good TV 听讲道，听迄是免听啦吼。你变甲这无亲像基督徒，各位兄弟，我犹原要甲你保证，圣神犹原甲你安怎？伫地。无论你是啥物款的境遇，圣神的确甲你伫地。你要知影，对2000年进前迄个五旬节开始，圣神甲所有求救伊的人，求救主耶稣基督的人伫地，无搁离开。所以咱真正就要转来看咱的生命，这个神者对咱的生命是什么款的意义？各位兄弟，检查你是一个脾气做歹的人，你就要思考圣神的充满是毋是要互你变做一个较温柔的人？检查你本来就做温柔啊，温柔甲啥物话拢毋敢讲，拄着啥物人拢讲好好好。若是圣神伫你的生命，会安怎改变你，成做一个较勇敢的人？各位兄弟，咱本来拢无共款的特质伫咱的生命内面，是毋是因为圣神充满伫你的生命内面，咱要做一寡改变？
咱唔通干那会记起神者，会记起上帝这大作为，拢甲当作是神者，干那神迹只有神迹，较是上帝的大作为，唔是。各位兄弟，咱生命的转变，较是上大的神者。让同心来祈祷。阿爸，上帝，阮伫遮要献上阮的性命，因为知圣神伫阮的性命内面，伫阮的中间，要正做主，要引带阮的性命。阮虽然是欠亏软者，毋过阮愿意，主耶稣基督正做阮的主，帮助阮的性命伫你的心意下面。会慢慢转换变化，成做你欢喜的款式。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特别解说一下，咱今日要进行的毋是圣餐，毋是圣餐。咱知影，咱若要圣礼顶的圣餐，一定你得经过圣灵的洗礼，也是坚信礼，对无？咱今日是天国的宴席，咱今日要进行的是主的晚餐。主耶稣基督伫马可福音来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来备办的，恁着今日来纪念我。主耶稣犹原讲，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来立约的，是为着侪人流出的。是为了多人流出的血。各位兄弟，我即摆要讲的意思是，主耶稣的血是为什么人流的？是干那为基督徒流，对不？你们越来越认识我了。基督的血，主耶稣基督的血是为侪人，是为所有的人流的。这个是新的约。用主耶稣基督的血所立的约，检查你个毋是基督徒，检查你也未行洗礼。主耶稣的血是为你流的，所以伫遮我邀请所有的人，拢甲阮做伙来享受主耶稣基督，伊用伊的性命所备办的稳定，下面的时间，咱有安排八个兄弟姊妹来服侍各位。上帝伊的无期是何等的幸福，亲像有对低头卡落热润的水手，何等的幸福，何等爱乐，何等的幸福，何等快乐，上帝。是何等的幸福，亲像乌面的露水流伫的山林，何等的幸福，何等快乐，何等的幸福，何等快乐，上帝也已无也是何等的幸福。因为上帝对着是何等永远活命，何等的幸福，何等快乐，何等的幸福，何等快乐。上帝行去好无卡去是何等幸福，亲像有道低头卡落落。
兄弟家己是家己是何等快乐，亲像有天地跳卡流落呀轮的快乐，兄弟的幸福。无论你即卖的性命是啥物款的健康，无论你的信心是大是小，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为恁陪伴。恁摕到了后，会当用感谢的心，就来响应。恁摕到了后，会当感谢的心，就来响应。这是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。少妻家没有面包。少妻家没有面包。永恩。是何等的幸福，亲像我们的落地是咱的山林，何等的幸福，何等快乐，少妻家，何等快乐，兄弟家是靠靠体会何等的幸福。因为是上帝定着属好的永远我命，何等的幸福，何等快乐，何等的幸福，何等快乐。上帝家己好无家己是何等的幸福，亲像有天地跳卡流落啊轮的刺球，何等的幸福，何等快乐，何等的幸福，何等快乐。哈，信信很开心是不是？不要紧啦，不用续啊。好，你看圣灵的工作哈，咱刚有伫古典教会刚有看到，啊是啥物？咱今日服侍的人，咱刚有注意看，有吼，有啥物款？有啥物人？有囡仔，有老的，爱讲长辈啦，你安尼。送丢了你，人家是我们的智慧长者，咱的长辈，还有嘞，有少年呢，还有嘞，什么？妇孺、妇女，还有呢？哈？夫妇、兄弟，还有咱的小朋友，是不是？那个盼盼，你第一次这样子服侍大家吗？对，好，很特别哈。好，我们今天天国的宴席用这个方式，就是要跟我们古亭教会来分享一个生命的恩典。当上帝的圣灵降临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，当我们听见了上帝的能力，当我们经验上帝的作为的时候，不是只有传道人才可以为上帝做见证，对不对？是吗？是吧？今日这个面包是咱家己古典教会的兄弟为咱备办的，姚伦亲自为我们做了几个不同的口味的面包。
我们的服侍者不同的年龄的参与。我们今天的礼拜从宣唱开始，有各团契的投入，这都是上帝在古亭教会的作为，是吧？大家有享受在这一场敬拜当中吗？但是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，是我们自己要享受而已吗？是吗？当记号出现的时候，是我就只是为了那个记号而去看见而已吗？不是的，不是的。今天的所有的服事，今天所有的参与，今天所有各年龄、各性别上的一个表现，都是在提醒着我们，上帝的工作是各个层面的，包括一件小事情。所以接下来我们有一点点的时间，我想要邀请咱大家吼，咱来分享。在今仔日的经文第2章第17节安尼讲，当上帝的圣灵浇灌的时候，你的后生、你的查某囝要做先知来讲话，你们的儿女们要说预言，你的少年人要看异象，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，你的老人要得到迷茫，你们的老人要做异梦。梦、异象跟先知的话语本身只是上帝工作的一个方式之一，重点在于透过这些方式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？好，所以我想要我们用一点点的时间，好，我们2个、3个或是4个、5个，我们一个小组，就是跟你的4周左右的人，跟你们大家一起分享一下。其实我相信，我们每个礼拜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不是只是咱自己性命得到丰盛而已，因为上帝不单单是呼召咱个人，嘛是呼召一个信用的团体。所以咱等一下来小分享一下吼，咱受邀请、受呼召来到古亭教会来聚会，咱伫古亭看到什么款的故事？对过去到今嘛。然后明勋执事，你们今天如果有注意听那个信仰告白的话，他说我们一起跌跌撞撞，我们一起流泪，我们也一起挫折，但是这些过程是为了使我们去看见上帝的带领，好不好？我们稍微用个5分钟到10分钟，我们跟周边的不管你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，我们一起来分享，在古亭当中你看见了什么样的故事？你们可以想一想，也没有关系。我知道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有比较害羞一点，害羞没有关系哈。圣灵跟我们同在，我们有时候大方一点点，想一想，不管你来到古亭多久，不管你是在这里只是纯粹做礼拜，还是你有受邀请参与团契、参与服事，想一想，上帝在你生命作为的点点滴滴。向旁边的人介绍一下自己。各位兄弟，团队给咱出一个最亲密的目对不？很难、很困难的任务吼。我觉得他们都讲得出来。都讲出来哈。你讲出来了。还没有开始的，我教你们怎么开始啊！你对你边的人讲吼，我是猫咪人。就让我安尼开始啊吼，我是猫咪人，我几岁？我娶几个某？不是，我是有娶某无？哈，好，开始讲，紧。我来古亭教会是要创啥？你来古亭教会干什么？祷告啊。圣歌队比较害羞吗？你要跟明勋指示啊。少庆都没有讲话，看一下少庆。1、2、3。好，我们没有的吼，可以来那个你无枢纽好不好？我长老娘，你们2个人在讲什么？来，咱个你无枢纽，来无枢纽。
你坐过来这边。你们要不要去陪魏长老讲话？你坐过来，不要害羞，互相分享一下。我来看有没有落单的。来，方正兄，那个这是王英哲长老他的弟弟叫王英敏。王英志，这个是黄方正弟兄，我们稍微认识一下。当然，我想我们不是都一直在古灵教会，那个也没有关系。但是我们可以分享一下我们为什么来到古灵，好不好？什么？要分享？你没有人，我来帮你找一个。他刚刚才讲完以后，他刚刚走了。哦，这样啊，那就再跟旁边的认识一下。帮你那个修公兄，好不好？就分享一下，没有关系啊。没关系，他走没有关系啊。不然我们跟那个修公兄认识一下教会的开始，就稍微真是那个弟姐妹，她是那个汤长老的女儿。然后这是修公兄，我们稍微分享一下，其实两位都是爸爸妈妈都在这边研究，我们稍微分享一下。有这什么哟？你无想分享一下？我来找啊，家里这位朋友，那个继承跟那个长老他们一起，是他们一起认识一下。这个是进城太太，要进城，是女是我们稍微互相分享一下，我们为什么来到古亭，分享完再离开没关系，好不好？稍微认识一下。我好像有在聊天，我没有跟阿嬷聊。跟阿嬷聊天哦，等一下哦。来，我孙女你好不？我不想聊天了。好不？安尼啊，无你好好一下。再来去，我有和你讲啊。第三届。你好，第三届。小朋友没有聊，有没有跟老师讲啊？没有跟老师分享。我有。你有。我有啊。有啊。你们今天分享的很好哎。没有啊，老师他有跟老师分享，好不好？有跟老师分享就是有了，好吧？紧张。你很紧张，可是我觉得你表现得很棒哎，是不是？松大的那个跟后面的是松年大学的美丽姐啊，然后那个居，好，稍微认识一下，好不好？稍微认识一下。太熟了，所以要拆开，不是？太熟要拆开。好，差不多哈。好。大家欲罢不能这样子。好，我想这个分享的经验在我们古亭教会，在咱古亭教会真少，有安尼大家当互相熟悉的一个时刻我想这是一个真特别，嘛真宝贵的时刻。我想这嘛是现实在咱生命中的感动。就算只是分享一点点，我想这都是很美丽的故事。好，我嘛真欢喜，咱会当安尼做伙来分享咱7月份教会的退休营，好，我们7月2号、3号退休营，要延续这个圣灵的带领跟感动我们的教会的生命要动起来，
因为这个动起来不是只是为了我们自己开心，而是因为这一切都是要回应上帝丰盛的恩典。我们用这首诗歌一起来献上我们的感恩。有麦克风的一起唱。来唱，咱再来唱这首。真的心降服在你面前，开我心眼，使我看见，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，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，何等恩典，你竟然在乎我，何等恩典，你宝血为我流，何等恩典，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，我的嘴必充满赞美。从头了。真的心降服在你面前，开我心眼，使我看见，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，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，何等恩典，你竟然在乎我，何等恩典，你宝血为我流，何等恩典，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，我的嘴必充满赞美。你已挪去我所有枷锁，你已挪去我所有重担，你已挪去我所有伤悲，你的名配得所有颂赞，你已挪去，你已挪去我所有枷锁。这是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恩典。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生命的重担，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能力，他已经挪去我们的重担和枷锁。在教会里面，我们承载这样的恩典，也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他的能力。你何等恩典，你竟然在乎我，何等恩典，你宝血为我流，何等恩典，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，我的嘴必充满赞美。何等恩典，何等恩典，你竟然在乎我。打从心里面，我们感谢神的怜悯，感谢神的救恩，感谢他让我们与他的话语相遇。最后一首，你嘴必充满赞美。最尾句，何等恩典，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，我的嘴必充满赞美。上帝使用古典教会，不是干那用咱每一个个人而定，伊是呼召所有古典教会兄弟姊妹做伙来见证伊的恩典，伊的能力，对过去一直到现在。58年前成立了古亭教会，58年后的今天，每一个古亭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在写这个故事，直到主再来。愿上帝的圣灵要给我们有这样的盼望，有这样的信心，有这样子的看见，勇敢的靠主而活。上帝祝福我们。
好，我们现在一起来奉献，咱这回来奉献哈。